所有大諗法都要等到25-26賽季結束。艾頓最終選擇同湖人簽咗一份2年嘅合同。作為楊漢森選秀嘅蝴蝶效應，艾頓歡迎咗楊漢森，拓荒者買斷咗艾頓，湖人補強咗中鋒。一來一去，湖人呢個夏天失去咗芬尼史密夫，但係得到咗前鋒拉蘭維亞同中鋒艾頓。或者拉蘭維亞未必填得到個鋒線嘅氹，但至少艾頓係湖人得到當石以嚟最強嘅中鋒位。呢個係一份2年1660萬，包含第2年球員選項嘅合同。對於艾頓呢，梗係希望首先要有球隊要，最好打到正選。如果得嘅話，要爭取填補到拓荒者俾少咗嘅1000萬。但事實上，湖人已經可以提供絕大多數，因為對於艾頓，湖人總經理佩連卡簽唔到落嚟就係錯，簽到落嚟保底有 B 級，咪始終自由市場轉會市場咁熱鬧，點講都要襯個墟啊！或者艾頓硬度係不如馬克威廉士，但湖人正選都可以夾到一套艾頓、八村塁、詹士、當石、列夫斯嘅陣容出嚟。陣容弱點仲係有，不過比上個賽季少咗。佩連卡都無奈，40歲嘅詹士係目前球隊裏邊嘅薪金第一人，所有大諗法都要等到25-26賽季結束，但係一結束呢，又要同當石去傾頂薪續約，操作空間會同步變細。但係再諗，湖人以全球職業體育球隊最高成交價易主，點會慳奢侈稅呢？配種平穩過渡呢2年就夠啦。